就嚟農曆新年啦，喺度提前祝大家新年快樂，馬到功成，身體健康。相信好多市民都會趁農曆新年長假期外出拜年，甚至離港探親或者旅遊。警方就喺度提提大家要做足以下嘅措施，保障家居同埋個人財物嘅安全。第一，離開處所時一定要鎖好門窗。第二，避免存放大量現金或者貴重物品喺處所內。無可避免嘅話，都要收藏好或者放入合規格嘅保險箱。第三，安裝家居防盜保安系統。第四，喺人多擠迫嘅地方要提防扒手啊。第五，如果見到形跡可疑嘅人，立即致電999報警求助。做足以上預防措施，賊人就無機可乘啦。咁樣就可以防止罪案發生，同埋減低財物損失嘅風險啦。